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到南投德山的指南宫。过年期间是安尼逛滚，大家拢超过10万人次来参拜求财，比往年的3万人次，足足是加出着3倍外，所以是真歹停车。有民众来铺文章，讲看迄个告示牌写免费停车，就甲车驶入去私人的停车场，才来发现讲，都要开200块来买金纸，才会当免费停车，讲有一种互欺骗的感觉。啊，店家哦嘛有话要讲哦，讲只要买一个金纸，就无限时间互你停车，是真的好哦。尤其你若无法度接受，会当另外去找车位啊。但是吼，因讲有时阵嘛拄着拗客哦，硬要停车，阁无爱甲因买金纸，伊嘛真气咯。车一台接一台，直直踩对南投德山指南宫。春节期间庙宇拢是人，阁有车，而且公有停车位嘛真歹找到车位，有的人规气直接驶入去私人的停车场。私人停车场的员工直直花免钱停车，要找经过车辆。不过民众怨叹讲停车停价真无欢喜。民众普文怨叹讲，前门讲免钱停车，后门则讲买发财金才会当免钱，上少爱开200块，嘛有这种互欺骗的感觉。是要买发财金，你们能够接受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也很方便啊，个人的那个见解不一样啊。就是停车就顺便买，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啊，对啊，反正我们拜拜也是要买啊。大部分的民众感觉讲使用者纳钱会当接受，另外红岛所的停车场业者感觉真委屈，认为因离庙拜拜所在行路干那需要1-2分钟，真方便。春节期间因阁爱增加卡手，所以免钱互民众停车，爱买发财金来补贴成本。不过煞去拄着无讲道理的人客。对，我这个场地也是租的，这个过年期间。我人事费用这么高，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，那你可以请你开出去啊。有的死皮赖脸啊，就硬不开走啊。根据庙方统计，这摆过年大家拢超过10万人次来这拜拜求财，和往年干那3万人次相比加3倍外。原本市的公有停车场根本无够停，才会出现私人的停车场。2000个停车位，平常呢用的足足有余啦。但是过年这个期间哦，这个人这个就太多哈。你如果再5倍、再6倍不够用。真歹找车位的时，民众都爱看买发财金免钱停车这款算钱的方式，敢会当接受？而且一定要伫停车进前问好清楚，票面开钱开价几百多岁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